木棉学校的创办初衷源于对金三角地区未来的深切关怀。我们深知，教育是改变一个地区命运的关键。通过教育，可以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希望和新的未来。我们的办学理念可以概括为博爱、包容、实用、创新。我们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存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，无论他来自哪里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。跨国界教育模式对孩子们的意义非常深远。首先，这种模式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。在这里，他们不仅能够学习到知识，还能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、语言和习俗。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能够帮助孩子们开阔视野，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。通过学习中文、老挝语、缅甸语等多种语言，孩子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全球化的社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跨国界教育模式帮助孩子们建立了友谊。我对木棉学校的未来充满期待。现在我们学校的生源已经从幼儿园铺设到了初中，不仅仅是传统的9年义务教育了，因为我们木棉学校是纯免费学校，它是为被主流教育体系遗漏的群体，如失学儿童、大龄辍学者、流动人口子女等，提供补救性教育，缩小教育差距，实现教育公平。它系统性地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的长期教育问题。在未来，木棉学校会保持它的公益性与公平性，同时深化它的实用性与适应性。通过这部宣传视频，我们希望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：在金三角这样饱受毒品和社会问题困扰的地区，我们希望通过木棉学校的故事，让更多人看到教育的力量。我们希望通过木棉学校的努力，能够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让他们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，在阳光下茁壮成长。最后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视频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，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。无论是政府、企业还是个人，我们都欢迎他们加入到我们的教育事业中来。我们相信，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腾飞，才能为金三角地区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机会。也希望这部视频能成为一柄多元文明的火炬，